歷代志下第6章。那時所羅門說，耶和華曾說，他必住在幽暗之處，但我已經建造殿宇，作你的居所，為你永遠的住處。王轉念為以色列會眾祝福，以色列會眾就都站立。所羅門說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因他親口向我父大衛所應許的，也親手成就了。他說，自從我領我民出埃及地以來，我未曾在以色列眾支派中選擇一城，建造殿宇，為我名的居所，也未曾揀選一人作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但選擇耶路撒冷為我名的居所，又揀選大衛治理我民以色列。所羅門說，我父大衛曾立意要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華卻對我父大衛說，你立意要為我的名建殿，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為你所生的兒子必為我名建殿。現在耶和華成就了他所應許的話，使我接續我父大衛坐以色列的國位，是照耶和華所說的，又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將約櫃安置在其中，櫃內有耶和華的約，就是他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。所羅門當着以色列會眾，站在耶和華的壇前，舉起手來。所羅門曾做一個銅台，長5肘，寬5肘，高3肘，放在院中，就站在台上，當着以色列的會眾跪下，向天舉手，說，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沒有神可比你的。你向那盡心行在你面前的僕人守約施慈愛，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，現在應驗了。你親口應許，親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樣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所應許你僕人我父大衛的話，說，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樣，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。現在求你應驗這話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向你僕人大衛所應許的話。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麼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？唯求耶和華我的神，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，俯聽僕人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。願你晝夜看顧這殿，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。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的時候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而赦免。人若得罪鄰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來到這殿，在你的壇前起誓，求你從天上垂聽，判斷你的僕人，定惡人有罪，叫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，定義人有理，照他的義賞賜他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敗在仇敵面前，又回心轉意，承認你的名，在這殿裏向你祈求禱告，求你從天上垂聽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們歸回你賜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。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懲罰他們，使天閉塞，不下雨。他們若向此處禱告，承認你的名，離開他們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聽，
赦免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將當行的善道指教他們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賜給你民為業之地。國中若有饑荒、瘟疫、旱風、霉爛、蝗蟲、螞蚱，或有仇敵犯境，圍困城邑，無論遭遇什麼災禍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眾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覺災禍甚苦，向這殿舉手，無論祈求什麼，禱告什麼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們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，使他們在你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，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論到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並伸出來的膀臂，從遠方而來，向這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樣，又使他們知道我建造的這殿是稱為你名下的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無論往何處去，與仇敵爭戰，向你所選擇的城，與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，使他們得勝。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們發怒，將他們交給仇敵，擄到或遠或近之地。他們若在擄到之地想起罪來，回心轉意，懇求你說：我們有罪了，我們背逆了，我們作惡了。他們若在擄到之地盡心盡性歸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和你所選擇的城，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你民的禱告祈求，為他們伸冤，赦免他們的過犯。我的神啊，現在求你睜眼看，側耳聽，在此處所獻的禱告。耶和華神啊，求你起來，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華神啊，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願你的聖民蒙福歡樂。耶和華神啊，求你不要厭棄你的受膏者，要紀念向你僕人大衛所施的慈愛。